睇清楚未？左邊係湯婆婆嘅門口，右邊係美國國徽。你以為巧合？宮崎駿喺25年前就已經畫公仔畫出腸。原來所謂嘅油屋其實係美國踩喺日本頭頂嘅殖民地。如果你淨係當千與千尋係冒險童話咁睇，咁你就走寶啦。其實唔止個門口，你試下 zoom out 嚟睇成座油屋嘅結構。個外牆明明係借鑒咗江戶東京建築園嘅日式澡堂，專門服侍800萬神明。但係最頂層掌握大權嘅湯婆婆間房竟然係全西式豪宅，壁爐、地氈、洋裝完全兩回事。呢個正正係日本社會嘅縮影。日本嘅表面雖然保留傳統，但係精神內核已經完全俾西方騎住個頭頂。如果當湯婆婆係崇尚美國貪婪奢靡嘅新日本，咁住喺鄉下用縫紉機嘅前婆婆就係嗰個俾人遺忘咗、謙遜質樸嘅舊日本。個意思係我哋兩個加埋先算係一個猿人。其實係宮崎駿感嘆緊成個日本國家人格嘅撕裂。點解個戲名叫千與千尋？千尋係你原本嘅名，而千係湯婆婆俾你嘅代號，係資本機器嘅零件 ID。一旦你接受咗變成千，你就只係一嚿識得翻工嘅電池。宮崎駿想講嘅係喺呢個金錢嘅世界，如果你唔記得自己係邊個，你就永遠回唔到頭。其中最頂細嘅其實係無面男。點解佢喺油屋會變成怪物？宮崎駿喺訪談嘅時候講過，無面男本身係冇自我嘅，因為油屋嘅物慾橫流，佢先會變得貪婪，又會因為千尋嘅善良，佢先會變翻平靜。所以唔係怪物可怕，而係嗰個逼人變壞嘅大染缸可怕。咁有冇得救呢？宮崎駿喺多次採訪都講過，全片真正嘅高潮其實係嗰班有去冇回嘅海員電車。點解會有去冇回？因為歷史冇得翻轉頭。作為一個反戰主義者，宮崎駿安排呢一趟旅程其實係一趟跨海道歉之旅，暗示日本應該跨過海洋，向曾經被侵略嘅鄰居同埋被破壞嘅自然講聲對不起。最後，如果你想重溫二刷，送埋俾你呢幾個骨灰級嘅彩蛋。牆上嘅眼睛係致敬暗黑漫畫 Nejiski， 暗示呢一切可能都係夢境。湯婆婆嘅原型係大天狗，象徵傲慢。隧道入口嗰個兩面神係羅馬神話中嘅守門神 Janus， 嗰幾個綠頭人叫做中元火，係鬼火嘅化身。仲有呢幾個神都有原型。我幫你整理咗呢一張千與千尋隱喻解讀卡，方便你二刷對照。記得 follow Benny， 分享俾你更多動漫小驚喜。